来看，针对宪法法庭受理性暴力犯罪只有20档的追诉期，敢有违宪的实刑案，目前是有43个受害者成员，其中有14个提起司法庭诉。今仔就有受害者呼吁宪法法庭要赶紧实现，嘛有呼吁立委要提案修法来保障被害人的权益。我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20年。 只是刚开始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根本脑海中没有办法想到什么，因为那时候我被害的时候才不到14岁。儿童青少年时期受到性暴力的受害者出现伫咧记者会，想到伊受害了后，长期的惊吓，还佫有得到忧郁症，但到伊总算有勇气会当出来讨公道，法律的追诉期煞已经过啊。法务部的统计资料里面，近19年来，总共有1040位。 的一个性侵害被害者曾经提出这个告诉，但是却因为追诉期的问题遭到不起诉这样的一个处分。公民团体表示，根据澳洲的统计，受害者一般拢需要20年至30年的时间，才敢向外来求助。过时的法律煞真做阻碍，性暴力的受害者伫咧公民团体陪同之下，勇敢站出来面对社会大众。不要让法律的追诉期 变成保护狼师的工具，让受害的孩子能够有一个追求正义的机会。相对来说，如果立法院更为积极的部分，应该是直接提出有关修法的部分来做相关的补正。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方式。公民团体指出，目前拢总有43个儿少性暴力的受害者出面，其中有14个提起司法的庭诉，希望伫咧申请释宪满1周年的时阵，宪法法院会当赶紧释宪，立委嘛会当提案修法，保障受害者的权益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